国外这是一个黑暗的故事。荣耀的君王担真侪忧伤的人子，公义的日头担予黑暗大满。咱小小正义的节火，人族甲启明的火焰，已经受到人类凶狂万分的大风雨拍熄了。伫遐，迄位为着咱来牺牲的创造者，伫日头的时受钉伫十字架顶，因为咱深沉的罪过，伊受吞灭，伊所受那火得烧的痛苦，就是肉体、感情以及心灵的痛苦，是人类顽强的自我中心所结恶毒的果子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事实就是，这个攻击主的死亡，担真侪咱罪过的刑罚。